愛食麥雞。愛食麥雞，这是说你们要吃什么？哇，我要吃草莓。那点点嘞？愛食麥雞。那我吃随便啦。哦，青菜。不是，我是说随便，不是青菜啦。我知道啊，随便的客家话就是青菜。青菜。那彤彤姐姐呢？你要吃什么？我爱吃草莓。跟我一样耶。我说点点啊，做人应该要有主见，不要什么事都青菜嘛。拜托，我是先让你们挑好吃的耶，这样哪里不好啦？哦，那就谢谢你喽。哎呦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我们赶快去把水果洗一洗来吃啊！好啊！哇，水果好好吃哦！是啊，爱吃饱哎。彤彤姐姐，你是说你吃饱了吗？答对了，没错，爱吃饱哎，就是我吃饱了。爱吃饱哎。谢谢彤彤姐姐，请我们吃这么好吃的水果。不过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好呢？青菜。愛食麥雞。你要吃什麼？點點，這裡有香蕉和番茄。愛食麥雞。我要吃香蕉。好，那這裡有餅乾和飲料。愛食麥雞。我要喝飲料。青菜，隨便。彤彤姐姐，我們等一下是要去買麵包還是蛋糕呢？青菜。那是要喝牛奶還是果汁呢？青菜。那是要吃還是不要吃呢？青菜啦。愛吃飽哎，我吃飽了。彤彤姐姐，你要喝飲料嗎？不了，謝謝，愛吃飽哎。那你要吃糖果嗎？沒關係，謝謝，愛吃飽哎。愛吃麥雞，還有青菜，這些客家話你學會了嗎？阿飛烏拉拉，我們下次見嘍，張來。